就是修持任何一个前面呢，我们必须得要有的发心的部分，要发菩提心，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的，就继续讲普贤上师言教。普贤上师言教本身的这个书本当中有共同外潜心跟不共内潜心。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不共内潜心的当中，在不共内潜心也是有归发心金刚萨埵的修持，还有共曼扎根，然后上师瑜伽，然后真正上师的祈祷，以及最后的这个破瓦法等有这些的那个分别里面呢，我们现在呢就是那个皈依的部分已经圆满了，然后在发心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也是今天在发心的方式当中呢，就是以四无量心的发心的这样的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现在呢要开始讲那个第四个段落，就是修习无量心的方面。那么这个前面我们就要知道，一切众生曾经都是做过我们自己的父母亲，然后在每一个众生都是知道我们的母亲，然后就做过我们的母亲，所以就如同这一世的母亲一样的对我们的恩德。这个呢就是每次在讲课，每次在那个修法的前面都要发心的，是要不是说我们在一开始这个讲这本书的时候呢，就是前面已经有讲过，那么其实现在就不用再提嘛，这个不对的。就这个来说到，就我们在历代的所有的传承上师们，就是每当讲课的时候，前面要讲的那个菩提心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善良的一些大成就者呢，就是也是在前面讲到的这个菩提心方面呢，就是更为就是重视。所以我们也不能以为是这些是已经听过了曾经，所以也是不太需要，就不能这样去想，每次一定要有这样的提醒，因为相当就是佛法的所有的那个内容都是同样的，听起来的话大致上比较容易听得懂，就是一开始接触的时候都好像都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的，就比较简单，然后会有这种的一种想法的，很多人来说的会有这种的想法。那也有些人来说到，就是一开始就觉得很复杂，或者很的觉得呢，就是根本就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能够理解，也没有办法听懂，会有这种的想法。但是大多数的人来说到，就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比较简单啊，就是那所谓的菩提心是什么？那就是解释起来也是从最简单的解释的话，也是比较清楚，也比较简单。但是我们在每次在讲课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都讲到为所有一切众生要发菩提心。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就是在每次提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要一直的去这样的修持才是最重要。没有去修持的情况下，只是了解了一单单的这些单词的这些内容，是对我们这一个修行者真正的想要求解脱的一个人，而且是修持佛法自己要得到真正的成就，消除业障的一个人来说的话，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用途的。那么刚是你就是在单词上面就是了解了他的那个单词的内容，佛陀的一切教法的内容你都了解了，你都能够可以解释给人家听，但是你自己根本就对这个方面没有产生任何的信心感，没有产生任何的真正的想要修，或者是真正的为所有一切众生要发菩提心，而且是要从内心当中没有产生任何为一切众生的这些的真实的想法的情况下，那么你阅读所有的佛经，或者是你就了解了理解了所有的里面的佛经里面的内容，也是没有任何用的。你只是就是相当就是佛经对你来说的话，就也是相当也是普通的文化一样的，就像一个时间的基本的一个文化一样。那么在这个使用的方面是完全没有去使用的情况下，对你这一世的这个今生的时间，或者是在来生来世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这个修持佛法呢，就是要经过闻思修这3个过程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就是这3个过程都是不能没有的，就是要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就必须得要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那么今天也一样，我们就开始在听课之前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因为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亲，那他们比我们更可怜的地方呢，就是今生没有获得真正的可以修持佛法的机会。那么我们比他们更圆满、更有福报的地方呢，我们就今生已经得到了得到了可以修持佛法的机会。如果是真的自己有怎么说呢，精进心跟自己有真实的想要修持的一个心，能够可以在修持的情况下，今生成佛都是有可能的。以这种的殊胜圆满的机会，我们已经得到了，但是我们的所有的母亲还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一个因缘跟机会。所以呢，就是这些我们所有的母亲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我们的无量无数的母亲都在地狱当中一直不断的寒热的痛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从地狱的这个痛苦当中能够解脱。那么在我们的无量无数的那个母亲还是一样的在恶鬼当中饥饿的痛苦，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可以结束他的这个恶鬼的痛苦。在恶鬼中的每一个众生的寿命又那么长，痛苦就是有不定的，有各种各样的痛苦。那么同样的在出生道的那些众生，那么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所有的在大海里面的这些动物众生，就是有互相残杀、互相食用这样的一些痛苦的过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会结束。如果是今天就是一个动物一个众生，它就是比很残忍的就是斩杀，但是呢，它是不是那一次就完全就是结束了地狱或者是那个恶鬼的痛苦？也不是，它也是因为各种的怎么说呢，引起各种的烦恼跟各种的这个嗔恨心，那也许可能就下一个就是地狱，变成地狱的众生等等。这些所有一切众生的这些因缘业力因缘是完全就是没完没了的，一直不断的在痛苦。所以佛陀也是说轮回是没有头的那么它是呢就是已经是太长的时间了。那么我们有些人想一想，刚是想到人类的众生，哇，人那么多，那么多的人都做过我的母亲的话，哇，那这个就是好像就这个智慧或者是这个逻辑好像就是不太符合，会有这种想法。那个来说的话，就是因为你自己的那个心胸太狭窄然后智慧呢就是太怎么说呢，太小了，所以就你只想到人类众生都觉得那么多的情况下，那所有一切的众生当中来说的，那人类的众生是不算什么的。人类的众生在我们所讲的六道众生当中呢，也是只有一点点的一个数量而已那么在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地球以外，也有很多很多的世界，也有很多很多的众生。所以这些当中呢，就是佛陀所谓的就是归为的这个人类众生，那肯定也是不是只是这个地球上的人类而已。我们就是在六道轮回当中的，那么就是在人道，所谓的人道不可能是只有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地球上的人类而已。所以呢，我们就无量无数的众生，这些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亲来说的，那肯定就是这个是完完全全就是可以相信的，有足够的时间就是相互可以做父母，相互可以做敌人、仇人、亲人什么，这些都是完完全全都是事实的道理。所以我们以这样的一想的时候，我们越来越以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要有对佛法的信心感，对解脱的追求那么对解脱的这个追求性越来越要提高所以我们就从一个时间的角度，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天成的角度来说到，就每一个人都只想能够可以在得到人天果位就很好，会都这样去想。但是我们今生也是人，
那我们在这个今生的人生是圆满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那么这个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多少的辛苦，多少的痛苦，多少的快乐，多少的圆满，满足的时候是有多少，从小到大什么时候是最满意的时候，什么时候是达到最圆满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是最没有达到满意的时候，从这样去，那么我们就用每年的，就相当于就是以我们那个学习的成绩一样，你就记录下来的话，你每年的满足性达到满分的是满分的是多少次，然后就是不圆满的，然后不满意的部分是有多少次，你这样一年下来的话，那可能很多人来说的，今后一年都是没有满意过的，在内心里面各个方面，所谓的满意就是对自己的什么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没有达到满意的过程当中，那没有办法写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也许可能是都是不满意，这个也不满意，那个也不满意，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不满意，所以就这个真正的说出来的话，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痛苦。那么在痛苦的这些呢，不光是痛苦的众生，不光是自己，还有比自己更加的痛苦的人。那么这些方面，我们所谓的一个人的幸福与痛苦，也是不用就是以外在的他的环境来可以肯定的。因为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这可能也是很明显的、很明白的，很多非常出名的人那么就是在经济环境各个方面都是好像都什么都不缺的人，今天跳楼自杀的人也是很多。所以呢，就是一个人已经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那比如说有些明星有些就是怎么说呢，教授等等，有些他们都是做出一些这样的一个自杀感等等的这些的程度，做到这样的时候，那心里的痛苦到什么样子才可以真正的能做到自杀？这个我们大家都是想也能想象得多的，想象得到的。所以不然的话，很多人认为就是今生的那个怎么说呢，福报跟今生的幸福，大多数的人都是会对这个外在的物质跟环境来肯定说他们的是那种生活那么好，什么就是那么家庭又圆满，然后就是在这个地位、名声各个方面，那肯定会幸福，会是这样想，但实际上也是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所谓的真正的幸福，就是内心的欲望越低，那就越幸福；然后内心的欲望越高，那越就不幸福，越会痛苦，然后越不自在。所以呢，就是内心的欲望能够可以降低，然后能够可以真正的获得一个生命当中呢，能够真正的获得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能够可以真正的解脱的方式，只有在释迦牟尼佛陀给我们的教法，才是真正的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来说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要修持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透过闻思修这三个过程是不能颠倒，也不能错乱。那么我们就是在每当在传法跟听法这些过程当中，第一个呢，就是要发菩提心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是前面呢，就是为所有一切众生圆满发菩提心，接着我们就可以听今天的课，就是第四个是习无量心的方面。自本作人着康着